为改善市区停车问题，水平地下停车场算是第一座中央前瞻补助完工的地下停车场。不过，对今年3月完工、4月正式通车营运以后，议员朱立金表示，原本地面的公园景观甲特色悠久已经适当，要求市府重新规划改建，来符合当地亲子休闲的需求。伫总日顺积极向市场争取。旁边的那个停车场上面的空地也那么大了，然后这边的空地，你看，或许我们可以稍微延伸一下了，大概。这个一定要延伸，市长有办法吗？水平温公园已经是一个继承的公园了。那您刚刚讲的那个我们都听到了，应该我觉得可以说先恢复先把它恢复绿色植栽，然后再强化它的一个游具。我们会努力。你这样讲，我们拜托市长说，我们水平公园因为离市区很近，而且现在也做了停车场，是最繁华的蛋黄区之一。对啊，而且也做了停车场，所以妈妈、爸爸、父母亲带小朋友来玩，也不用找车位，直接下停车场。另外，争取足久的南区俊南里新建工程，克服多处流标，总算动土完工。新的建筑主体甲环境互当地拢相当的欣慰。不过，因为隔壁就是树林、树林地，加上有坡道，关系无平，议员接受点前要求市府正式围墙，也无该工程将差最后一步破功。那边的地不是完整。也有上下坡这样子，有坡度啦，有落差掉。那其实我们的里长李明有跟丽晶建议说，希望能做一个围墙，是，防止这些小动物，或者是说有一些长辈小朋友，假如跑到旁边去散步啊，还是去玩沙玩土，拉个去面那班。是。所以里长有建议我说，来跟市长。局长看说能不能在我们的活动中心东侧做一个围墙，是，有没有？有那个。好，我现在就可以跟您报告，就我们会基于安全跟实用的考量，我们会把它做一个，而且你看那边是私人的，这边是活动中也避免一些混杂，所以把它稍微我觉得应该做的好。面对地方建设，包括华平路拓宽、林安桥改建，甚至北外环连接安平等工程，议员拢一并关心，要求市府加速进行，同时兼顾品质。台南新闻，郭文吉、林英庚采访报道。